天司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球妹。唔知大家喜唔喜同阿球妹嘅腔样好？特别一转到苗栗，也系转到福卡，转到家乡，身为咧客家人就听说爱食饭咧。不过某个时节，迄讲有常是有一波嘅模式到饭咧，就会当上盐嗰种米丝，嗰种软软又有弹性的嗰种口感。韩国客家嘅饭咧，真嘅有当多种。虽然大家会想讲，伊种係當傳統嘅呀客家飯色、客家米色也得，不過其實也下面有當多人悄悄地啲嘅推廣本後生人行卡熟悉按樣嘅一個傳統嘅食嘅東西，按樣客家嘅傳統點心。今日嘅節目當中啊，我同大家來分享嘅一間店啊，叫做商務版師。佢今年都冇簡單，有2位啊2025米其林必比登嘅推薦哦，細細個個來分享。老板來到節目當中來分享，醫師分享。大家好，我係陳醫師，請醫師，我係讀新竹網山，歡迎大家來請我來聊。醫師也很緊張啊。T100來到福起來咧，什麼？對 ，T100來，然後來自網山嘅醫師哦，很難誒，醫師的海流向東南土。不過基本上來到節目當中，要同大家來講一下，剛剛一開始開場嘅時候就同大家講到，米其林指南必比登推薦呢，大家談到米其林，目主就喺北京就會知道哇，也係一間當厲害嘅店嘅。不過其實要擺入線。按優秀嘅按樣嘅好成績，有乜嘅心情想同大家分享冇？我介時節第得獎嘅時節是讀喺上係專經係假嘅，上，然後都差不多下久了呀，買我朋友打電話動久讓我講，對，然後是讀喺上，然後是感覺很幸運啦，可以被看見，對，然後就開始認真了解說，我怎麼會得獎哦？我大家都來看哦，然後看開在那個說明的時候，才會覺得說因為水板嘛，它其實是很簡單、很純粹的食物。然後我一直也很想要透過水板跟東音分享客音的比較樸實、簡樸的精神，就很想要透過食物。跟大家來認識這個客家精神，這樣。對，不過吃到因為書到按樣嘅餐廳，每本大家注意到，原來客家嘅按樣傳統嘅小吃，每做的登上這算係世界級的這個推薦，我覺得很厲害啊！這個大概每一年其實大家都會關注按樣米其林必比登的推薦指南，不管是1星、2星、3星，還是這樣子的必比登推薦指南，應該相信大家都會非常的注意，要去踩點，要去試試看，對不對？不知道有吃到亞一部嘅可能悄悄的有人注意到贏到嘅店，然後可能有見到贏下來，有感覺到了嗎？有，那很多人來的時候，其實我覺得是另外一種學習，因為應該偏相對都市比較偏僻，是冇乜嘅密音啊，東山嘛，我擺到禮拜3日都冇乜音回來，音來還是這是做啲大嘴鼓，門機就會來倆偏雪啊，東已係當落來。哇，就係看到米其林當落去。以前嘛係又都係當落，因為唔係順路做啲道嘅地方啊。是大家來是嚟分享，記得什麼門水板有慢走啊，就係輕水板啊，是做啲分享，行人嘅水板係有慢走啊，我是感覺凍好啊。所以要當到唔係行人來簽水板。其他嘅族群嘅人，佢哋會好奇，因為嗰邊下山讀嘛，東因為去山當露營哦。對，那邊好多露營區，我有在露營，矮啲。他們露營早上要吃早餐或怎麼樣，看地圖都會冇買點啊，看到兩個點啊，凍升起啊，所以來選，然後是都會問你喺度嗰個蛙櫃哦，就買冇窮咯。是做在介紹，是可以老記得講咧，食物嘅特別的地方是什麼？這樣，
真紧吼，因为像我对安阳嘅水板，我印象当中就係我很細嘅時間，我都沒有離開嘛。特別早晨頭差不多9點嘅時間，就會有一個阿姨送嚟一台茶，就會規路很水板的哦。那個聲音我知道應該係當到客家人嘅印象，就係早晨頭以前就係愛食安陽嘅一個水板的安陽嘅小小嘅點心，安陽嘅感覺。對，故說我知道安陽真嘅水板呢對客家人嘅精神，就以前要懂哈服安陽米其林必比登推薦的精神，因為它就是有點像它的推薦，就是它要是你手那小吃，它不見得是很高級、很大的料理，很懂它嘅飯店唔咩，它就是像你手神發長明的小吃這樣的感覺，對不對？對，因為像水板，我們就覺得為什麼會想要推，是因為連下東京，我們現在就食物比較富足了，然後日天黑食物不足，然後加凍到水。凍到食哦嘛，驚食哦冇食飽，所以走水班。連下是吃挺飽嘞嘛，就很怕吃太多的澱粉哦，所以水班就很適合現在的人，因為它一樣還是有吸收到澱粉，對，但是你是少量的吸收。所以相較於，比如說像一碗米飯哈，一碗米飯大概是多少的澱粉？跟水板的差別差不多有幾多？因為現在一碗米飯大概是90克到150克的米哦，但是像水板大概就只有20克哦，而且它還是就是再來米，再來米其實是在日治時代以前我們的食用米，然後是日治時代以後才變成蓬萊米，所以它對我們身體的吸收也是很好的。哦，原來係咁嘅。古時期比較起來，像我可能有在減澱粉、減糖、減糖要改個攝取個澱粉量就唔會按多，點都好像依他符現在人的按種飲食的習慣哦，對不對？我覺得還蠻適合的，而且在之前就是之後就有稍微認識的時候就會遞哦，我媽媽講幾日前會走水板，假破走水板，因為餵嬰兒哦，誰哦是小 baby 哦，對，以前就是沒有副食品嘛，所以這個其實是嬰兒的副食品，然後就覺得很不錯誒水板。對，因為像你讓他講要在故事我知道。以前唔係當愛嘅生活記憶地度啊，這個好像有談過安陽嘅故事，唔過佢可能係送一台給你，斯坦人家條韓世世界嘅故事，都可能已經唔記得一件事情。係嘛，係問老人家人啲，然後視為啲記到日天學水班都係問個學姐學，造心跳嘛，還有做點心，下晝點心。嘟嘟好，底下是做得食點心的，因為下主食店都是要的嘟嘟好。嗰時候請飲食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廿道點的杜烘啊，清有名的就係有呀，鹹的水板、甜的水板。嗰時候廿道嘅點的按到上午板食。哦，那時候其實我還在台北，就是也是10幾年前了，然後在台北還在台北工作，然後轉播坐高鐵，學姐看到剛才樹檔又寫，兩個名商務，應該是都來看shit嘛，應該是來看給他介紹，然後第給講凍酒，哦，12點個學姐，該12點個學姐是因為經常來講是學朋個學姐嘛，是這種兩家古名啦，然後板是客家人，他應對米食的稱呼，米製品的稱呼，就是板，是板。凍酒就是中午12點到了，來吃吃看客家人做的米食，所以就歡迎大家來吃哦，不是只有客家人，對，大家都來可以來認識客家人的食物。認識客家人的板的啊，然後去家你是自己稱的，頭先有講到嘛，你是迄老板，老板，不是頭家，是老板，老板，就是取那個諧音嘛。對。哦，我覺得很不錯哎，那時候同他說，大家好，我是老板，這個板就是客家人的板，客家人的米食。對。哦，這樣很親切，就是安陽人好就懂講，就說的記起來講，原來板是客家人的米食，這樣子。對，故說來實在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人家都給水板呢，我必須說，這個時候地區的那個分化又要來一下，因為我苗栗人，苗栗人的水板，意思應該有糖糕，
蛋糕外油韭菜。我还有特地去苗栗研究啊，真的，有小时候怎么跟我认识的某 Q 用吗？某 Q 用，就是咸水板，我觉得非常有地区文化性。对啊，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带来，就是我店里带来的，也是我们很在地、很道地的传统的水板。然后像我们的水板就是菜布，然后挑福罐，那菜布是银架的，一架重来，银架一架奴架，银架片下相对都是下偏僻嘛，所以龙银架下多，龙银架下多，应该是切下肉，银架是冇按好嘛，切下肉，让它下好血。哇，那做得示范一下，因为根本你有贴片准备啊，咋过去嘅东久冇看过诶，也按到嘛个名诶，竹拜。石器呀，很费时间，只有用汤匙，你知道吗？汤头匙听，古时候人家店的地方就做得用呀竹摆，来洗呀水板。哦，好，古时候我相信大家听说就当上的地，要用上来用板用，先休息一下，下一趟节目再来，再个请医师同大家来示范哦。大家要真到福起来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對於黃山來嘅老闆哦，醫師，佢真到福卡來開一間賣板嚟嘅店嘅，啊，受到今年2022嘅米其林必比登嘅推薦哦，真係非常非常嘅冇簡單哦。啊，剛剛有講到佢當上嘅老爺客家嘅傳統嘅板咧，同大家來好好分享。啊，甚至連規個板嘅文化，石板嚟嘅文化包含連呀器具，全部都愛盡量同傳統共用用板講咯。今日福氣卡拉 OK 來請醫師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你剛剛講呀，石板嚟嘅工具按到竹擺係嗎？係竹擺。竹擺，我幾冇看過咧。我只用通氣婷婷，係冇呀？竹擺係自家做嘅。係我自家做嘅。自家做啊，自家去請個竹個來上，現做嘛，動到竹個，人最開始請竹個，然後到改凍住啊，下住啊，是啲小嚟來肉，啊做了幾幾久？差唔多一個要半點鐘。哇，嘅凍貴哦。因為要把它久嘅時間呢，凍很花時間啦。對啊，但是這真的拿起來就懂有感覺嘞，就很有那種復古的味道的感覺。而且我們現在就是有讓人家體驗的課程啊，就會做板式體驗嘛，然後脆板還是要有電嘛，是吧？高機走的啊。啊，那脆板你要脆幾久？差不多半點鐘，咁熟嘅好，半成品啊，半成品。我想說你要削1個半小時，然後你要人家去體驗半小時要削出來，也太難了吧？所以它是半成品給他，然後他可以回去供他的食器來用。但是你知道啊，你碎板呢就是在溫低度嘛，啊你拿要平，這真的是一支平平的一根，就是一個刮刀的感覺啊！生了要用板生，你是來同他搞一下，示範一下。以前會畫一圈呐，讓它上脫模的概念，就是很像那個做蛋糕做完的時候也要脫模。沒有很順暢是正常的嗎？哦，人生第一次難免不順暢。然後沒有這樣子完了之後，你剛才是說像蛋糕一樣，對，那就繼續切蛋糕啊，就切，像這樣切啊，對，這樣子切，對，哦，我流口水，天哪！然後再這樣切一角，對，切像就是變成是派的那個形狀，我真的流口水，要成功哦，然後就可以把它挑起來，但是很厲害啊，我都不玩強哦，就像這樣子，然後就可以吃到。你有那個，我發現你有作弊，你有插進去，
要插进去啊！你这样子怎么放到嘴巴里？我现在稳稳的哦，那我也要插进去，等一下，咚一下，对，咚一下，咚一下，走在那里了。哦，那我要吃哦。对，好好吃哦！我的天啊！好，那韩國冇食到水飯呢？凍叫冇食到咧，梅頭下冇強龍啊，好好吃哦，還是很好吃。對，就是冇韭菜同埋冇呢些冇強用，但是還是好好吃哦，因為水飯呢，香港嘅飯呢有凍到種。糯米做的就凍 Q， 然後唔過像安陽，這是菜類米做的嘛，對不對？主要菜類米做的，所以呢就是有一種很爽口的感覺。它不像那個糯米色的，給我感覺有糯米稀這樣子，有這樣子。對，這個就吃起來好療癒哦，我真的很凍 Q 冇食到哎。而且我覺得它就是口味很單純哦，吃得到米香。對，而且。你剛剛講嘅老皮講切悠悠，切悠，我知道安陽切悠悠說起來，韓國做的甘肅肉夾嘅米絲耶，因為亞美利說真的是比較大塊，係真係冇 Q 用，跟然後食到安陽嘅水飯咧，唔講係，可能相對呀冇食過水飯嘅其他出圈嘅人來講，他們通常有什麼樣的回饋？哦，用英用問過，也問聽啊，我應該講啊印象深刻。嘿，你講。因為人下來講，上當兵本來係魷魚嘛，冇人厲害哦，冇人厲害放海味進去，對，所以可能是我覺得味道，然後菜脯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很重要。對，因為其實菜脯很常見，那像都市來說，便當都會。就是炒芥菜脯，然後是免費可以拿的。芥菜脯嘅味道，撈應該菜脯共沖來，然後應該梅頭漲凍到。真嘅。然後那應該梅頭是下香啦。哦。所以我菜脯是冇凍到嘛。像我之前滴啊，一斤菜脯嘅工廠大概就是25塊。一斤。俩一斤的200。哦，原來現在這個人家做的菜脯冇用，是屁嘅價錢呢？就是我後來有研究了一下。哇，唔過還係堅持要用人家曬嘅樹根去浸呀的皮哈貝這樣子的來源，對不對？對，因為其實我覺得香氣就是那感覺好像大同小異的東西，其實那個落差還是有啦，尤其是在吃的時候，如果你很常吃菜脯，所以地該又漲。哇，當有感覺，加下個名嘅老皮嘅樹係伊個阿婆嘅樹，看起來就哇非常傳統又好食嘅感覺。古時候像安陽菜脯愛自家愛脫過，韓國地度還有不用嘛嘅，比如講可能有嘅其他嘅可能沒有用其他嘅皮料啊，沒愛自家脫過。豆腐乾啦，豆腐乾是用伊改片點而改，是為撈去賣，然後切下油。其實因配料真的沒有什麼，可是它就是米絲愛炒，因為搭配水飯的這個米絲太單純的東西，所以它那個味道一出來會很明顯。對，但是像我覺得客家在做那個菜脯的料理的時候，該胡椒粉哦，中藥店的那種胡椒粉就會變落去，那可能沒有很明顯的胡椒味，但是它就是畫龍點睛，香味就會香味就出來。對，古時候去到人家嘅店嘅地方，安陽就是像這樣子的水飯呢，就做得現場食到。其實除咗水飯呢以外，沒有其他嘅飯哦，對不對？有那種他輸到分樣嘅飯嚟來紹介一下。哦，我以前為上來開店咯，係因為我食鋪去做個烘焙飯，我偏係烘飯，我也偏係肉飯呐，就是烘飯。凍好些，我是想因為這個原因啦，我是又想我自己來開店，開店的目的是係你要件事情你很喜歡做，對，你就可以常常做板，對，然後那就來開個店好了，然後你喜歡做你喜歡做的事情，然後又可以維生，所以你去個唔單槍好食板呢，你們好做板呢，因為我覺得。做板會讓，因為我那時候從台北回來嘛，就想說要做一件事情是可以一輩子都有熱忱做的事情，然後我就想了很久，然後就想到就是假婆或是過年過節的時候回家鄉，
然后阿婆外婆都会做这些板丝，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它对我来讲很有意义，所以我就想说那就可以做板。才开始学做板这样。虽然糖起来都会板的，不过水板呢同咸甜板其实是冇共用的，冇共用，米就不一样了，你又要找另外一种米，对来做。对呀，其实低度嘅料也冇共用，像咸甜板低度就会不用动到其他嘅东西耶。哦，咸甜板很贵重，对啊，很贵。对，低度又不用动到。对，像我的咸甜板哦。它其实蓬莱米的比例还高于糯米因为很容易有对，就是对大家都会讲泡嘛，然后应该都会讲你不卡泡，还有慢泡，还不卡有慢泡，就那个比例用慢泡，有，因为每家户户的比例都不一样，对，所以这是Apple 的比例。然后我还是有一点点挑战，因为我就想说让它不要这么粘牙所以它的蓬莱米就量有大于原糯米，对，然后还是希望它能够有 Q 感，对，但是就有稍微在做一些调整，然后在里面其实像那个注妞就是我们猪肉是我们那边有养猪的人家，然后他会把它拿去公仔玩，然后再回来。但是那个猪肉店是我假剖盖时节就开始用的猪肉，是很好的黑猪肉。先假剖用改猪妞，对，然后一直就是沿用到现在都是用他们家里的。对，然后像虾米是因为前几年还蛮有幸就是认识一个朋友，其实一直都知道虾米就是会染色，会有染色的问题。然后因为认识一个朋友，他刚好就是家乡在南方澳，然后是就是对，就是那个干货的那个海产店，然后他们家人就很熟啊，所以就会知道什么样的是味道又香，然后又是没有漂白过，是比较好的。对，然后而且有些很好的东西，它其实只是不漂亮。但是我们吃东西先吃好一点，再来看漂不漂亮。对，所以我就有跟他进。这个你是的这个想法也给懂坚持也有事情，而且唔单像有传统的口味，要结合自家的想法，甚至还有新的创新。比如讲有一类嘿甜的，叫做蜂巢甜板，我还不知道客家话怎么念，你知道吗？这自创的。对，这是我自己后来就是艺术季的时候，然后有个艺术季厨房，然后那时候提出来的，但是在之前的时候就有思考。对，看起来很好吃哎，其实做的秋豆像这个照片看到的，所以秋豆蜂巢，韩国美食的都蓬头，韩国还有柠檬，下部还有加薄荷，还有薄荷，然后下部会青，下部会甜的版呢，薄荷、甜板、柠檬、蜂巢、炒米。天哪，这个好创新哦！就算有趣。鱼都先从当色的都对不对？还有季节，因为巢蜜也要看蜜蜂，你知道它愿不愿意，愿不愿意筑巢？对，它愿不愿意就是有没有机会？因为那也跟环境有关系。没黑好。对啊，所以这个那时候一推出的时候，其实他讲的其实有点是衡山，因为衡山我们那边不是单一蜜源。所以那时候我们像用的蜜就会是百花，它就是蜜蜂看它要采的是什么样的花的才是什么，然后你代表因为有环境要友善嘛，才会有蜜蜂，对，所以它其实在讲的也是衡山的生态对，然后板就是听板嘛，其实就是客家嘛，那个生态的人文，就客家人，保强下要同自家母家乡的文化传承，本太家地这样子。故说还有多内容要同大家来分享，我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个转来。大家真都福起来咧，我係終於看阿權妹，今日節目裡都同大家來分享一個買辦的意思哦，同大家來分享你做嘅辦的。然後呢，唔單像啲點的都好做嘅事咧，都按用嘅鹹的水辦的、甜的水辦的，韓國甚至沒有其他當到客家經典的辦的啊，
嘛，给汉天板呐，韩国自己创新的天美这个蜂巢水天板，对，这个蜂巢的天板没做的设类豆，甚至还做的买这个真空包做的带转衣服卡，对不对？是个剑吗？一般行业嘅板诶剑狗当好些啦。你还是动因降成太多油，用推嘞，只用烤箱烤过嘛，做得是。烤箱没做的因为像现场就会刚他用烤箱烤的，然后给烤后我有些咧砰砰鼓起来，有点像日本烤年糕那种感觉，对不对？对。所以其实每组在推广按用新的加热的方法，像点心一样。对，像点心一样，就是贴比嘞那个烘焙纸嘛，对不对？然后上面就放那个板的落去，然后烤一下，而且很简单，你只要会热的烤箱就做的。然后一烤会去写蓬蓬啊，就很像小点心这样子，就做的是对，所以很简单，同大家来分享。对，但是我爱压下亲密轻松也要同大家来分享，我觉得你是去讲个故事，因为你是其实也唔免T100回到家乡来工作，你其实就是2度返乡，对吧？对。T100转来，和甚至应该讲，你一开始先去台北，然后算是我们同行，广告业、广告行销，对不对？还有转到布卡，唐工有做装潢，为什么会想到跟我来做装潢？没有，那时候其实回到家乡，然后发现其实那时候还不知道资金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就想回家，然后就回家，然后发现其实没有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你有想法，但是你没有能力可以去做执行，然后就想说新竹嘛，新竹大部分都是比较是园区工作，然后我也没有那么懂这些，或者是接触的能力也不足，然后就想说那还有什么是跟就是以前学广告啊，或是设计有关的，对，然后我就开始想说，那就做装潢好了，装潢它至少还是可以做一些设计的东西，对，所以啲新竹有大表哥一参的，不过还有台北有读到同好嘅机会，有台北有再过继续做。因为新竹的那个装潢那个年代啦，我觉得那个风气还没有，就是女生进工地的那个状态还没有很好，所以也没有到适应的很好。然后刚好台北的老板，他其实一直都对我很好，然后他也想到有一个计划是在讲那个上海世界博览会，2008年，然后很早了，很大的事情哎。对，然后觉得可以参与，就是宣传台湾，或者让人家认识台湾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不错。我想那就回来，然后可以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又可以就是知道要赚钱了，就要赚钱了，因为有梦想了。对，然后那时候就在台北又再待3年。然后带1桶金回新竹，然后才开始做板啊，你才能开始买那个磨米浆机啊什么之类的，还有万板啊，还要自己削那个走拜啊。对，所以也是经过多重的时间累积，再过赚到木卡赚到木卡，其实木卡你每本动都给天数冲哦。对，我觉得因为我是这3年，才就是因为有店面，然后有机会让更多人认识我，所以其实我大概也有大概8年、7年是完全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一开始是在网络上卖，自己工作室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卖得很不好啊，然后就会想说也不能平常卖，因为其实会遇到一些问题是。就你让你卖也挑一斤哦，你吹20斤嘛，其他19斤就没有办法。对，所以那时候物损会变得很大，然后我就只好就是想说，那这样卖是不行的，因为你的损失会更大。然后就只敢卖3节，然后卖3节完之后，就是你空闲的时间就更多嘛，然后空闲的时间更多的时候，就在想说，那我还可以做什么？然后那时候刚好有一个老师傅，就是有愿意教木工，然后爸爸刚好有问我，然后我觉得爸爸妈妈在那段时间有很大的包容，因为他女儿真的在那时候就是没有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在做，看起来就是一个完全没有产值的状态。对，然后我就但是有做一些学习啊，但是他其实
有时候父母亲会担心你要怎么生活这件事情。第20件就要少，今年啲种下好，因有同到亲戚朋友领啥哦。其实我相信家都有听说爱动坚强，韩国动支持你。这样有办法按用天天强下韩国来，对不对？应该是这样说。对。所以应该要懂感谢爸爸妈妈。因为我其实觉得父亲是比较严厉的，然后母亲她就是比较弹性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们都会，爸爸说话会比较让我紧张，对，会让我紧张，但是妈妈就是常常让我觉得她很搞笑。像我们那时候开店，就想说还要开店，然后我们就订7点。然后，但是因为前几天开幕啊什么这些很忙，然后弄，我们其实弄到快10点了，都还没有那个可以开店的。然后我妈妈就说，做能力能做的事情，不要做你做不到的事情。你定一个7点这个目标是你做不到的所以后来我们就有修正。妈妈的哲学，对不对？就是你要做好一件事情，而不是一定要硬做一件事情。真嘅，嗰時候一件店嘅都好有24家嘅想法，有爸爸媽媽嘅支持，還有阿婆嘅密信，對不對？呀，所以幾部看人共同嘅記憶，而且其實24真嘅當上會推廣按用客家嘅bản色嘅文化，嗰時候沒有一本很可愛的繪本，叫做《寫照寫水版》，對不對？對。你去給他下給文思，因為我就小時候的記憶，然後因為我們都是在鄉下嘛，其實大家的那個講話聲音都很大，理解。所以那時候其實它裡面就在講說，大家因為都是一棟一棟的嘛，然後吃早餐不管講什麼都會大吼說 “Hello 小朋友，你都點嘞”什麼的，就是一直用大吼的方式在進行溝通。對，所以這裡面就有寫的，就是他跟早上的時候在跟問阿婆在做什麼，因為阿婆在洗米嘛、洗米嘛，你可能你根本就在做馬甲板，對，在興奮，然後就會問那個阿婆，然後就會講說七八法板怎麼，就會把這些字詞都會出來。然後裡面就有幾句，其實它裡面就圍繞兩個字，如果小朋友看完記得怎麼念的話，我就會覺得很開心。對，他就一直說學照六，學水板六，對，所以他就會一直在講這些話去通知他的家人。然後那裡面他也會就是幫忙阿婆在做水板的最重要的那個步驟就是攪拌嘛，就叫啊，對，讓小朋友就可以參與那個攪拌的聲音的表演，或者是讓我們在教小朋友繪本的時候，他就會知道這個動作叫做叫，攪拌，然後就想說可以，就是很多東西不用學太難，先會一點點，然後有興趣他就有機會自己再慢慢的去研究或者去了解，或者是有機會每週的聽也可以點來讀。你們是有期間限定會開課程嗎？現在啦，因為現在就是剛好就是因為今年真的很幸運可以得到 BB 燈，還在看店要怎麼樣。還在會不會太忙啦？一個人經營，然後現在會做七家做的做的事情嘛？媽媽講哎，對，因為現在之前是一個人，現在就終於有找伙伴，然後但是要怎麼樣能做，就是這3天的營業，要是讓就是來的客人是舒服的那個用餐啊，這是要學習的，因為平常人太少。因為你還是有去甲拼着，還是要堅持嘛，就是當夜都會去甲獻走，所以其實這個也是要堅持，沒去動法你去甲嘅時間。但是呢，他要做得好好的管出一下，就是王山一間店妹啊，然後小510，今年必比登推薦，而且500萬也有哦，對不對？就是成績當好。嗰時候今日非常神夢也是兒時來同大家來分享嘅故事。每希望大家做得透過兒時來好好了解你客家嘅版王山的客家文化，對不對？今日神夢兒時來到節目當中，新夢，謝謝，好，等下就要好好說咯，先休息一下，等下聽聽欣賞來做運動哦。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面書傾站，韓國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也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